講完禮嘅重要性之後，就嚟講下古代嘅禮同埋現代嘅禮有咩分別啦。首先，古代嘅禮就係規範君臣、父子、夫妻之間嘅互動，普遍都有高低之分嘅，好似百姓同埋臣子都要對住君主下跪，而子女就要遵從父子嘅話。而夫妻方面呢，通常就係男尊女卑，男嘅就可以命令個妻子。呢個就睇得出古代嘅禮係要對上位者恭敬同埋有禮貌嘅。而服飾方面，古代有好多唔同服飾都會限制到身體嘅動作，令到佢哋儀態都會受限制嘅，令到佢哋好似啲動作會有禮貌啲咁。而佢哋面對上位者就要着得好整齊，着啲特定嘅服飾。咁言行舉止方面就有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呢個規範。